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新年快乐，天天蒙福。所以我们一起站立，彼此来祝福，说新年快乐，平安蒙福。新年快乐啊，平安蒙福。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哦，我们向神来感恩，献上我们的感谢，让他一切的恩典、慈爱充满在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因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一切，是我主。再来，感谢耶稣，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爱极深。感谢耶稣，你恩典广大。扬声歌颂主你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扬声歌颂主你生命，赞美又赞美不停。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主。你是我的一切，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主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哦。在第一年啊，这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开始哦，我们要来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向前。我们一起读上帝的话，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念古时的事。看哪，我也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耶和华呀，求你不要撇弃我，我的神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拯救我的主啊，求你快快帮助我。这是透过诗人他对神的一切祷告连结。我们感谢神，赞美这位上主，他是做新事的主。你可以求在新的一年，你有什么盼望啊？但是不要先求盼望，先感谢他，因为他是掌管万有的主。你先赞美他，感谢他，然后呢，我们就求在新的一年，你盼望从神得着什么？因为他是做新事的神，他是使无变有的神。他是在旷野开道路，就是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为你开路；他在沙漠为你开江河，缺乏的时候，他供应你哦。我们也要除掉一些的路障，就是障碍，让这些障碍排除，自然这个恩典赐福就下来。求主挪掉我们生命当中拦阻我们领受上帝恩典的这些的障碍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
哇，天父，感谢你的慈爱，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的赏赐，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好叫我们呼吸，好叫我们能够吸收你所生命的供养。主，感谢赞美你。新的一年早晨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敬拜你。愿你的恩典、慈爱、怜悯赏赐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恩典、慈爱，向我们来显明。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你属天的供应跟属灵的灵粮。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度过过去一年，有许多的挑战，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困境。你的慈爱，你的能力，你的供应依然足够。谢谢主，面对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我们要宣告主，你是做新事的神，你是赐下新的恩典慈爱的神，也是与我们同在不离弃我们的神。谢谢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一开始，我们来敬拜，来赞美你，也让我们真的是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遵行你的话语，不偏左右，让你的话语引导我们进入到你恩典的道路。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有需要在身心灵各方面，我们用神的话先来导引我们进到他的面前，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有依靠的，我们是有供应的，我们是有保护的，我们是有引导的，我们是有盼望的哦。我们一起为着我们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能的。昨天我在跟年轻人面谈要洗礼哦，我常常就第一个我摆那个神奇的钉子哦，摆在我说你把这12根放在这一根的钉子上面哦，可不可能？牧师啊，我觉得不可能。我说再想想，不然你先尝试嘛，你先气控嘛哦。他一根放下去哦，然后要一根再放下去的时候，那个钉子怎么一直转呢？我说那个没有磁性的哦。他说牧师，我没有办法。我说牧师做给你看。我大概3秒钟就做好了，他吓一跳，呆了一下说怎么可能？我说现在有可能吗？可能。所以你跟神连结哦，你跟上帝连结哦，就好像我们有没有看到无线网络？有没有？你有看到吗？没有看到啊，对不对？但是你手机一拿出来，哦，这里有无线网络，你可以连接，对不对？但是需要什么？需要密码，需要密码嘛？你的信心就是跟上帝连接的密码，好不好？我们用这几方面哦。如果你需要向上帝来祈求他的恩典、医治、他的供应、他的智慧。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原地站立起来，我们的牧长可以为你来祷告服侍，或者是坐着，你手按在你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是你心里面有一些难处忧伤，奉主名，我们向神来祈求，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邀请神主在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做你的主，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交托给他，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是掌管万有，你是知道我们察验我们心思意念的主。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牧者，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医治者，你是我们带领者。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啊！你是我们牧者，使我们不致缺乏。
我们要用信心来宣告，你是我们的牧者，不是别人的牧者而已，是我的，使我不致缺乏。谢谢耶稣，在新的一年，你知道我们的缺乏，所以我们向你祈求你的供应、你的恩典、慈爱、你的保护、看顾。主，在未知的一年，我们没有走过的道路，神你都知道。上主，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上主，你都知道我们需要你的供应、你的慈爱、你的保护、你的看顾、你的同在。谢谢主，在新的一年，我们邀请你做我们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的主，掌管我们的全人，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属神的思想。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主日守望，不是只有求啊，我们可以成为给的，成为祝福别人的哦。主的话这样说：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但愿他在教会中，在基督耶稣里，在教会中，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在我们的身上，教会是谁？跟你的旁边说，就是我们，就是我们。所以他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你可以让他得荣耀吗？他要使你得荣耀，但是他也需要借着你，他愿意借着你，使他的名在你所接触的人当中得荣耀，在教会当中得荣耀。借着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所说、所做、所行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教会在新的一年特别是你自己跟上帝之间有美好的连结新的一年，我们一开始会推动这样的一个读经祷告的共读，所以在2022年新的开始，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今天从昨天开始，我们读约书亚记，就是要进入到应许里面，不是在那边等着，我们一起用信心来支取、迎取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要推动复兴的祷告 RPG。渐渐牧师会帮助我们如何明白了解。我们特别为了第5区，为了区长、总会长为了小组长永成弟兄还有文成长老他们在带领这个小组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是带领人遇见神。2022年建立起个人或者是2-3个人的一个 RPG 祷告复兴祷告的小组我们也为着这些的小组的活动来祷告。我们一起站立我们开口来祝福我们为我们的肢体来祝福来祷告，开口同神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你是我们属灵的力量，属灵的帮助。主啊，你是我们的护卫者，主啊，你也供应我们足够力量，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因着你的拯救，因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可以更新，可以成长，可以掌管这样的一个权柄。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新的一年现在开始，我们也成为别人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让我们生命能够荣耀你，使人得益处。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谢谢主，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慈爱、怜悯充满在你的教会，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难倒你的。主啊，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主，你在新的一年，你要让我们眼目转移在你的身上，而不是看见这些的困境。主，谢谢你帮助我们透过肢体能够成为你祝福赐福人的管道。主要让我们这些区长、小组长，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被兴起来，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的管道。
愿你的恩典慈爱临到我们当中，也让我们恩上加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我们要同心合意，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这样一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宣告我们因信得着应许。神要应许这里是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我们要时常宣告神的话，神就要大大赐福给我们。我们起来拍手。是我的生命宣告。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甩开不信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流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应许祝福降临到。我要得胜的神宣告，荣耀恩典降临到。继续来宣告。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得胜的神呼喊，耶稣你为我征战。我要得胜的神呼喊，忧愁惧怕都逃跑。我要高唱哈利路亚，天天赞美，天天唱。我要高唱哈利路亚，我要唱。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
赞美，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神永不息。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祷告不住感谢，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你，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神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要无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生活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神永不息，一人捧礼欢呼神永不息，一人的捧礼，一人捧礼欢呼神永不息。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赞美献给天上最高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请坐。神是一切丰盛的源头，这位爱我们的天父要赐给我们力量，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好让我们在世上的挑战中能依靠神的真理。我们要凭着信心呼求，神必应允我们。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叫我忠于你的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指引，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们请弟兄来唱。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
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指引。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指引。姐妹，我从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们一起来，我凭着信心，是的，我们凭着信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指引。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我等候主，我相信，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指引。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是依靠过我的灵，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再一次来宣告说，看见，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谢谢主美好的应许，但是你吩咐我们预备好，要去迎娶，预备好进入到你的恩典应许当中，赐给我们信心。我们需要你增添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眼目转移回到主你的身上，而不是看到过去的那一些的困境、忧虑。在新的一年，帮助我们眼目焦点，透过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在基督耶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支取主你与我们同在的应许。谢谢主，在新的一年一开始，我们需要你的同在，也需要你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需要你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一切忧虑难处。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遇见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渴慕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如入切木溪水的渴慕。同心合一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再一次跟你的旁边说，新年快乐，新年蒙福。再一次来，新年快乐，不是只有停留在这边哦，我们还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在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我们在这个礼拜六晚上的6点在501会议室来召开请各部部长还有主责的长老我们在5点的时候，我们会先审查2022年度的预算
好，那下个主日我们是今年第一次的圣礼典啊，我们已经有报名受洗的啊，请这5位的要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啊，在晚上8点到教会的501会议室来问道理。我们在2022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用约书亚记来进入到神的应许里面，所以我们会有共读啊。那已经有好多弟兄姐妹报名，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每一个人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应许跟赐福。那预备好自己要预备好，不是别人帮你预备好。好，那我们会透过每一天的迦南之声牧师团队会每一个人10集，我们都在准备当中那牧师正在完成当中为牧师祷告，因为一下子有4章、3章的、2章的，这样怎么样去预备？那短短的时间帮助大家能够引导大家进入到上帝的话语里面那每周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透过读经那也每一个月也有庄信德牧师在线上帮助我们来怎么样去看。好，我们来看一段有那个影片吗？我们有增加了可以用英文来读经。Here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We'd like to have you here to join our new English Bible study class on Monday evening from 8 to 9 p.m. in Taiwan's time. It wouldn't be like any other Bible study class you might think of. Our goal is to grow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and grow relationship with one another through new eyes. 我们相信，透过我们不熟悉的语言，这样来查口圣经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有不一样的看见。同时，透过建立关系，彼此分享代祷，我们能够真正的落实，我们来共读神的话，共求神的灵，真实的经历到我们所信的主是超越时间、空间、语言、文化的神。我们欢迎不同英文程度的伙伴加入，鼓励大家开口来练习说英语。同时，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请到有以英文为母语的老师来加入我们。所以最后，我们愿上帝祝福大家 ，Be strong and courageous into the calling that God given you to do。Know that I， 天哪口走，天哪卡走，天哪口走卡出啊，是啊。那亲像听落听无，嘛有台语的有吗？刚才那没有声音吗 ？OK， 那台语再调一下好，那这是我们有增加的除了华语之外，我们有英文的，你要学英文，在每周一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在试运作当中那另外台语呢，我们也有这个共读那由黄明文弟兄来引导牧师也在会在台语的部分会帮助大家。如果愿意要学台语的我们会透过台语的读经共读来一起读上帝的话语。好，那我们也有几个人，我们有白话字的这个班完之后，他们就去做了去实现那去考政府的这个证照，然后有台语的这一些的证照感谢主我们有几位他们初级、中级的弟兄姐妹可以挑战看看如果你在台语方面你觉得可以去尝试看看好，青年牧区也有在这个1月26到1月29那米英雄青年冬令营帮助他们有思辨的能力，有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时间。所以你的儿孙如果这个寒假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做，鼓励他们一起来让他们生命可以不断的成长他们的专注啦、执行力等等这一些，我们都有请到很棒的这些专业的老师来帮助他们这是寒假的时候我们青年有这个培训营冬令营
我们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报名。好，当中有没有1月是受薪的1月请站立起来，我们为你们来祝福。哇，新的一年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拍手来祝他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生命从你所赏赐，你也希望我们生命活得更丰盛。在基督耶稣里，你说呼召来我来是叫你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主，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得丰盛的秘诀跟源头。赐福1月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生命当中新的一年扩张他们境界，常与他们同在，保护他们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将他们的前面的道路摆在你的面前，你自己亲自来引导。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好，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一起来读2遍，一起来。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约书亚记1章3节再次，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约书亚记1章3节。好，我们预备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你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过去1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人生，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我们再次用信心来宣告说：如今。这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来领受从你而来毫无所缺的恩典与供应。父神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亲近，是何等美好，是何等的恩典。主，在过去的1年当中，谢谢主带领我们，无论大环境是如何的恶劣，环境让我们恐慌，疫情让我们感到对未来没有盼望，但是主，你亲自带领我们，用你的恩典来带领我们经历，你是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谢谢主，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里面
经历那没有缺乏的恩典。从岁首到年终，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们，并且超出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在新的一年当中，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经历你没有缺乏的供应。谢谢主，要赐下五谷、新酒和油，让你的儿女更加的用信心来跟随你。今天你儿女怀着感恩的心聚集在你的面前，献上金钱、时间、才能，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我们一起来迎取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迎取上帝的应许，请坐。我们要一起来迎取上帝的应许，先从哪里开始？先从上帝的话语来开始哈。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的第1章1到9节。约书亚记的第1章1到9节，如果你照着我们读经的进度哦，今天我们要读到第几章知道吗？第8章哦，感谢主哦。昨天我们先速读1到4章哦，然后今天我们会从5到8章哦，先把它速读，然后下个礼拜就开始会精读哦，会细读这个上帝的话语哦。那在迦南之声里面哦，牧师们也会就是把重点先提示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读上帝的话语，借着共读，我们一起激励哈不同的角度来看见。我们一起来预备好来读上帝的话语啊。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开始，一起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跟你旁边说，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他不是说可能与你同在啊，他是说必与你同在。你知道必与你同在的意义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必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主。谢谢你，因为在基督耶稣里，天父上帝已经将一切各样属灵的福气要赐给凡渴慕敬畏他的人。谢谢主，从你的话语当中帮助我们得着，在新的一年，我们预备好来承接，来迎取你所要给我们的应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我相信最近我们在电视上有看到一段的影片那这个是近日作家这个王兰芬他在他的 FB 他的脸书上所分享的一段的影片，
吸引了上万人的这样观看。那这个影片的主角，他的名字叫做林立轩哦，他是一个全盲生啊，全盲就完全看不到。那他的家庭除了他之外，还有他的哥哥，他家有3个孩子了哈。那父母都是比较健康的哦，但是3个孩子当中，他跟他的哥哥是患了小眼症了，他就是看不到他小时候他很喜欢一本书叫做《你很特别》哦，你很特别。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别人怎么样看我们，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想法，甚至我们的心态哦。那他用不同样的眼光来看，对我在上帝的面前，我是一个很特别，虽然我看不到，但是他考上了北一女的，北一女是高中的一个第1志愿，对不对？那他相信在神的面前，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哦。那他父母是基督徒，从小他们就在教会长大哈。虽然他患有这样一个看不到的这小眼症哈，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受限制，他突破了这样身体的限制，然后用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一女哦。那等一下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段的影片哦，他一个看不到的，他如何跟班上的同学一起来跳舞哦，这是真的很难得哈。不是只有这样，他还有神关了一扇窗哦，他开了一扇门，他让他有更多的这些的创意哦，还有这些的创作哦，特别在音乐在很多的方面哦，神就开阔他在生命当中有神给他特别的计划。今天我们在看到约书亚这一个新的领袖，神在他的身上也有特别的一个计划哦。从一个奴隶到助手，到成为一个新的领导者，他的老大没有办法进入到应许之地，只能够看，流着口水。但是上帝呼唤他，晓谕他，然后叫他起来承接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开始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摩西死了，哇，那是什么样的情境呢？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啊？等一下我们会来看。那特别上帝也透过拣选约书亚，其实我们在迦南之声里面，如果你有听迦南之声里面谈到约书亚，他的名字的意义是什么？耶和华拯救，来说一遍，耶和华拯救。跟新约的耶稣的名字是一样的意义哦，所以耶和华拯救，或者说上帝拯救，上帝是拯救的意义。所以我们代表说，上帝要带领这些百姓从出埃及之后，他要进入到应许地里面，那一定要有一个领袖被兴起来，带一群百姓一群有学者说60万，也有说接近200万哦。那么多人，我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看过过去40年，他跟随着摩西，对不对？跟随着摩西，然后在旁边观看，看到好多的事情，看到他快要被口水淹没，对不对？看他被这些百姓烦得不耐烦哦，他看在眼里，你知道吗？看到这些百姓咬八叉，看到这些百姓动不动就不然我们就回到哪里？埃及啊。他看在眼里，所以看那么多，敢不敢做领袖？哇，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拣选的约书亚，在他的生命当中，给他看到这一幅的蓝图。他有没有进到应许地？有没有？他在40年前有没有进入到应许地？有吗？他是12个探子之一嘛。所以他率先进入，然后他看到，然后12个人当中10个人说哇很棒，但是什么？我们不要进去好不好？为什么那边的人高强马壮？我们不要我们在他们的眼睛底下看作是什么？超妹啊，对不对？看作是蚱蜢啊，不能对抗啊。
所以我们看到，他看了这个全貌，但是他不一样的眼光角度啊，他用信心来宣告：我们一定要去得着了，因为上帝要给我们那么美好的这一些的应许之地，我们一定要进去了。上帝给他看到这个蓝图，然后也给他一个使命，说：来，你起来，然后要进到里面，带领我的百姓进去得地为业。现在要起来，谈何容易？不容易啊！因为他的老大死了啦。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蓝图，一个应许，一个使命。如果对你来说，你会怎样？今天我们开始要读上帝的话语哦，约书亚记从昨天开始，我们要来读，要来共读哦。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对你有一些的困难吗？可能会有。光读中文就那么困难了，你还要叫我读英文？光读这些华语都困难了，台语我嘛无啥会通。但是试看看嘛，弟兄姐妹。我常常提醒这些年轻人，你多一个语言，对你的机会是更大的，对不对？你多一个语言，人家会筛选，哇，你会那么多语言，机会就留给你嘛。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上帝，上主他的应许是真的是信实的，他一定照这样刚才的话语说，一定同在嘛。他应许一定同在，然后不离弃你。第二个。如果你要承接这样的使命，你一定不要忘记我的话语。我有一个守则给你，有一个秘诀给你，有一个管道给你哦，你要不要？昨天晚上跟年轻人在面谈的时候，最后我问他，牧师这样的分享，把重点这样的一个好像这样武功秘籍，这样用重点把它交给你，那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他说：“牧师对我很大的帮助，有没有启发你？有，让他看到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让那个不可能的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可能，让那个没有难成事的上帝所做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阿们吗？好像不是那么确定了。阿们吗？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应许，就停留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相信，一句一句的应许就会临到你的身上。所以看你阿们的程度，就是信心的程度有多少，才能够去领受。当然开始像耶稣也一样，一担当呢，他会惧怕，会不会？会。要承接这样的使命，我的老大都不能进去了。我如果成为领袖，我再敲一下，不小心再，他有没有拐杖啊？这里好像没有讲哦。那可能是其他的方式。如果有不小心生气了，那我不能够进去了。所以他战战兢兢哦。上帝说没有关系，我的话成为你的帮助。你要谨守遵行，不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你不断的思想存记在心里面，最重要，他提醒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重点，说刚强壮胆。来说一遍，来，刚强壮胆。你不要怕读不下去好吗？刚强壮胆，看见神的应许，美好的应许，就要得地为业了。但是不是只有坐在那边说，上帝给你一个蛋糕，好，我等着。上帝要给你的是什么？我要应许给你一个很大的蛋糕。很精美的蛋糕，但是他要给你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他要给你什么？你知道吗？来想一下，你会想说几寸？几个人吃？上帝会开始给你面粉，给你奶油，给你这些要做蛋糕的材料，你知道吗？然后开始给你一个法则教导你，你要做多大就做多大，可以吗？你要4寸的、8寸的、12寸的、20寸的，任你选。你信心有多大，你的容器有多大，你就承接多大。你的胆子更大，就承受更多。你是领5000的，神就加倍给你。所以今天我们好好来听听上帝要给你的应许
上帝说：“来，耶稣呀，过去你都是第二手的资料，对不对？过去上帝都对谁说？摩西哦，对不对？对摩西说嘛，对不对？啊，所以他永远过去都是第二手的资料。摩西听完之后，然后耶稣呀，然后你去，对不对？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看经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晓谕，就是告诉约书亚。”他直接跟他讲了，弟兄姐妹，你羡不羡慕？直接跟你讲，上帝直接将他的心意告诉你，好不好？真的吗？想清楚哦，上帝直接跟你讲哎，然后如果你不去做哎，承担后果哦。至少之前还有摩西顶住，对不对？现在是我。好，所以我们来看，他要承接这样的使命，重大啊，这任重道远啊，责任很重，然后道路好像很远哦。最近在准备耶稣亚记哦，到后面他还在忙。他活了几岁？你们知道吗？他活了110，少摩西10年而已啊。但是活到后面还不断的提醒这些以色列百姓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怎样侍奉耶和华。你们呢？你们说，还语重心长，连要死了之前还怎样？谆教诲，你知道吗？不容易。人家说我死了，让我安心走吧。但是他到最后还提醒他们，因为他太知道这一群百姓的性格啊。所以摩西死了代表什么？以色列的大事啊！为什么摩西死了，百姓为摩西哭了几天？哭了1个月了，表示让我想起好像民国64年是不是？突然我们那个过去因为常常受到媒体的影响嘛，我们英明的伟大领袖突然死了，对不对？民族的救星，我还唱歌了，还带笑，你知道吗？有没有？这年轻人望着我，表示我们有年纪了。如果在场的有回应的，表示说我们都有一定的年纪了，对不对？我记得那个国小的时候，都还要带笑啊，对不对？哇，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啊？出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因为他们都在咬树根，对不对？我们都受到一些的影响嘛，对不对？摩西死了也是一样过去摩西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40年的旷野生活当中，如何帮助他们，然后现在他死了，他也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那前面的路怎么走？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在人的眼中，摩西不在了，一切的人事物都改变了。那未来的道路，未来的情况是怎样？然后之前他们派了12个探子，然后进去说：“哇，那个地方多么美好啊！一串葡萄2个人抬嘞，一趴扑得但是就10个探子就说什么不要啦，不要害死我们啦，因为那边的人高马大，然后我们在他们眼中好像超妹，好像蚱蜢一样，不要。过去他们所接收的资讯是这样但是只有约书亚跟迦勒2个人力排众议，然后说我们一定要进去，上帝给我们是那么好的应许，我们一定要进去。在整个40年过了之后，不知道现在景况如何呢？40年过后，迦南地这些人不知道是不是又更强壮了，跟我们当初所看的可能又不一样了，怎么办？神的子民怎么样去进入到那个地方得地为业？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平原为了摩西30天呢，哀伤沮丧哀哭，满了之后，我们看到上帝就开始了有他的一个作为。好，这个时候约书亚几岁啊？来算一算，约书亚几岁？如果你看到后面有迦勒说我都85岁，然后40多年前，那表示他跟迦勒是差不多年纪，那大概多少？80多岁了啦。
约书亚80多岁了，也身经百战，但是你知道，我常常听到一些的资深的长者说，活得越老，你知道那胆子怎样？越小，有没有？但是不一样啊！你看加勒后面不一样，我虽然85岁，但是我身强力壮了，也不一样啊。从不一样的信仰态度来看，我们一般来看我到85啊、95啊，没路用啊，对不？所以不要叫我做什么，我没有用了啦。一般人是这样吗？一般人是活得越老了，他胆子就越来越小。不要，年轻的时候我还可以，现在我不行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80多岁，然后身经百战，你叫我做武的，不为外赛了。但是现在呢，你要做，叫我承担还要动脑，你知道吗？体力我可以，但是如果用脑子可能不行。这个摩西啊，他以前他受到训练在王宫受到训练。那我呢？我是一个奴隶出身，然后又什么？只当助手，第一次要承接这样的使命很难。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强敌，约书亚神像约书亚第一句话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然后他直接面对面跟他讲，就是要把他的眼光从看到这些环境，看到这些困境，然后把它转移到我现在跟你讲话，我现在跟你面对面讲话，把你的眼光看我好吗？不要看到这一些的困境好吗？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是约书亚他第一次要承接这个使命，而且好，我们用200万人好吧，要渡过这个河，谈何容易？不是可以从南边绕吗？为什么上帝你一定要执意说我们走过约旦河？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收割的季节，收割的季节那个水是满过两岸呢。你想想，老弱妇孺，那么多人，有了上帝以前在红海当中为我们开路了，但是现在呢？那是我的老板啊，那是我的老大摩西啊，他有这样的能耐。那我呢？上帝就说：“来，把眼目回到我的身上。”如果我们的眼睛放在这些困境里面，你就一直陷在那个泥沼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你一直陷在那泥沼，眼目观看在那困难，你就越来越害怕。但是上帝说：“来，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怎样？你现在要起来。”你现在要起来，表示什么？在其他的版本说，你台语的讲啥？您今嘛要准备好势啊，预备好要来进入好，在这边我们看，如果有人觉得不能够胜任这样的任务，一定是约书亚。为什么？他看了那么多摩西他在王宫学了40年，他有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对不对？训练。然后呢，他又经过40年的旷野的历练，最后上帝才呼召他带领以色列百姓。那我呢？我算什么？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虽然我是一个奴隶出身，好，进一步努力好不好？我是一个很能干的奴隶，还是奴隶嘛？如果在他的眼光，他看自己是一个奴隶，就是奴隶。但今天上帝对他的眼光是看到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领袖，跟你的旁边说你是一个领袖啊！上帝看你是一个领袖，不是一个好像平平凡凡的人，是一个平信徒啊！弟兄姐妹，上帝看最重要，不是人看你怎样摩西学了，他是他的事。今天上帝看约书亚，他就是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个才能耐。所以今天上帝不会无缘无故来拣选使用一个人。今天如果上帝要使用你，表示他对你负责。好，所以摩西死了，他要起来承担，然后过约旦河，怎么过啊？那是上帝的事啊。所以上帝用他的法则，他的方法，你就照做。所以他才说，我的话你要谨守遵行，然后呢，昼夜思想。这个秘诀就在里面。好，所以现在耶和华说：“起来，
然后又给他的应许，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给你。让我想起到看那个美国的影集，对不对？他们出到那个美洲大陆的时候，然后要土地，开始大家就去抢，对不对？然后插着旗子，然后你跑多远，你可以跑多远你就跑多远嘛。那旗子插着那个就是你的啊，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影集？有了哈。现在上帝要给你的也是像这样哦，你可以跑多远，你可以跑多广，任你来选。所以上帝给约书亚把他的眼目回到上帝的身上，而不是看到那一些高大强壮的人，看到自己好像是蚱蜢。只要刚强壮胆，这里的重点就是刚强壮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在这边要求这个2个支派2个半的支派然后我们看到要求他们一起来征战有没有困难？可能有困难啊。约旦河他们在河东，另外他们要进到河的西边，要得着这一些的土地。那有2个支派他们已经被分配了，然后他们的妻儿都在这边我们可以安居乐业啊，为什么要跟你们去征战？可能有人会这样想啊，我安安稳稳就好了啊，我干嘛要陪着你们去征战？我们已经得到这样的河东的土地了，这2个支派办的约书亚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挑战啊，对不对？怎么能够叫得动这2个支派办的这一些的壮丁？但是他就是上帝给他，好，你既然给我权柄，我就发挥这个属灵的权柄来，就呼召这2个支派办的来，你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你们的妻子、儿女和牲畜要留在这里，但你们英勇的战士要做以色列同胞的先锋，先渡过约旦河。你们要跟他们并肩作战，一直到他们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就是上主你们的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他们在那里安顿好了以后，你们才可以回到约旦河东岸，到上主的仆人摩西给你们的土地。如果是你，你要不要？我的儿女都安顿好了，然后你现在要叫我们这些勇士，然后拿着武器，然后走在哪里？先锋？什么叫先锋？就是最前面。你要不要？日头赤也虽然安怎过性命对不对？但是这里不是上帝给约书亚这样的权柄，然后呼召他们，有影响力啊。然后这一些人他们就一起来，他们不会看到我们安稳在这边，我们的妻儿呢，然后要跟你们一同作战，完之后我们才可以回到我们的土地，然后安居乐业。可能有人不想不想征战但现在他们愿意OK，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上帝叫约书亚刚强壮胆，所以他真的好对他们有这样一个呼召。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同心合一的问题彼此相顾的问题如果不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给他们有这样约旦河东的土地，他们哪可以呀，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有顾念到其他的这一些的同胞，他们还没有一个可以立足之地，所以他们愿意好，过来我们看到他面临的进退两难的抉择往前走，圣经告诉我们说，从那时刻开始平常都还有玛纳可以吃，对不对？不用耕作，虽然不是那么好吃，但是有玛纳。但如果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往前走，进入的时候，神迹奇事就怎样停了呢？那你要不要？没有的吃，还要怎样？前面有没有征战？有啊，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咯。约书亚在这边也是要想那如果我就在这边好了啦。那又背叛了摩西，还有什么上主对他的托付跟信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难啊，在两难的当中哦，你愿不愿意？第三个，我们看到他有前车之鉴，所以他暗中派了几个探子，人多嘴杂，对不对？人多嘴杂。之前摩西派了12个，结果回来你看，有好消息，有坏消息。哇，那个10个人啊，10比2啊。若不是他们2个人坚持，你知道吗？他们早就被累死了，对。但是现在他学聪明了，你知道，他派了几个？2个。然后有没有公开？他说暗暗的派了2个人，哦，他已经有这样的经验了哦。所以我看约书亚他就派了2个人，然后进去，这个是后面我们要看的哦。下个礼拜我们就看到，这2个探子如何遇到一些的困境，怎么样脱离这个困境哦。好，我们继续的看下去哦。所以在那边我们看，派了2个人，然后去侦查、收集情报资讯，依然那一些的人没老得救，还是那么高，对不对？还是那么高哦。但是回来报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依然的情况，他也要有所这样的一个思索，然后怎么样去赢得。这个是摩西哦，他在面对这些的困境的时候那依然跟之前40多年前一样这样的一个报告，然后所面对的困境还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好，第3个我们看到。遵行律法，不偏左右，这是他所要面对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要不要顺服？2个支派办要不要顺服？然后他们进去了分地。最近我在准备这个，看到他们怎么样分地，有人也会埋怨呢。那他怎么样公平的分这些的土地？哇，这些种种想到后面可能你会觉得说我不想当领袖了，对不对？好，关于行为的要不要偏左偏右，会不会？第2场战役就碰到了哦，弟兄姐妹，攻爱城的时候就碰到了哦。所以你说一个律法的颁布，好，我遵守，但是百姓呢？信徒呢？会不会这样做？要打折扣哦。所以不偏左右，这是他要面对的。然后呢，心思就要昼夜思想。弟兄姐妹，每天有没有读经？看看，哎呀，牧师，我最近忙啊，忙就是忙嘛，所以我没有看圣经啊，可不可以？能不能？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然后言语不离开你的口。我们得意忘形了，快乐了，就忘记了上帝的话，常常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做一个领袖，要带领他的百姓，你看全面要施行不容易。所以是今天我们要推动这读经祷告不容易，但是当你愿意我们就看到什么？要允许啦，开始咯所以在这边，第一个我们要相信如果你先怀疑，那你就不能够得着这个应许。雅各书里面，或是这个新约的书信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如果你怀疑你就不要想从上帝那边得着什么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应许？第一个，上帝必与他同在；第2个，有主同在，所向无敌，对不对？在这个应许当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同在。他看到摩西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上帝跟他挂保证，我保证我一定与你同在。同在代表什么？在没路的时候为他们开路，未来现在要进约旦河了，对不对？虽然比红海还窄一点，但是最窄的也10多公尺以上啊，200万的人怎么过去？所以这个要想，但上帝说不用害怕，我与你同在，表示就是有办法。好，第2个，我与你同在，所向无敌，没有一个人能够怎样
战胜你。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对不对？后面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生平无人能够跟你匹敌。第二个，如果你依靠上帝，有神的同在。第三个上帝应许说，你还有以色列百姓必承受迦南为你的产业。刚才已经讲了，你脚所踏之地好，第二个起来准备了。有应许之后，你一定要有行动嘛，弟兄姐妹。上帝要给你的应许，如果你没有每天的读经，然后 RPG 3个人一起来祷告，祷告是支取属天的能力，让那不可能可以成为可能。阿们嘛。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信心哦。我看到那个跨年祷告，好多弟兄姐妹，当他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实行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其实最后我也讲，我一直在为孩子的未来祷告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婚姻，但上帝就慢慢在带领成就了。弟兄姐妹，神要给你的，你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好像不要，不要就算了给别人好了，对不对？有信心人就去拿。弟兄姐妹，上帝的给的应许跟蓝图就在圣经里面。那牧者们会带大家一起来看神要给你的蓝图。今天你把你的名字、把你的宣告放进里面，放进你的祷告。所以当上帝叫耶稣亚说预备好了哦，然后他真的就马上立刻就做，然后他就吩咐，然后你们3天就准备好了，准备好食物，准备好食物，要打仗了，要征战了，你们要吃饱嘛，对不对？我们面对属灵的征战也是要吃饱啊。我们属灵的食物从哪里来？从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语如果帮助你，你就刚强，你就不会这样的惧怕了。所以对上帝有信心，对上帝的应许就有信心了。到营中，他就马上宣布，然后请这些领袖，然后开始，意思就是区长、小组长去宣导了，大家一起来。好，第3个就是你要把上帝的话语存记在你的心里哦。这是5心嘛，所以创出利民生。我们现在开始读历史书，所以上帝的话语，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然后进入到历史当中。今天神也使用我们，透过这样的话语，然后进入到上帝新的时代，要新的恩典、新的看见要给你哦。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影片哦。虽然看过，但是再次的提醒。我们现在走这条路不孤单啊，因为我们可以共读，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耶稣亚他就开始在呼吁这些百姓：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了，我们就要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你还在沉睡吗？还是你要可以起来？你可以预备好自己。我们共读，我们共求，我们共行，我们共享神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哦。大家平安，邀请您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共读圣经，展翅如鹰，专心仰望，手结心亲，信心锻炼，坚固如金，共同祈求，成为精兵，经历应许，见证福音。邀请您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来迎许上帝的应许，一起来哦。我们开始预备好自己，承接这样的一个应许，要进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要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影片当中哦，其实林立轩他的父母，在他碰到这样的限制困境的时候，就是用约书亚记，上帝的话来鼓励他的女儿哈。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前面这个就是林丽轩姐妹。他的父母在他面对人生的困境当中，用真理来栽培他，从小就带他在教会里面。如果他自卑，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走出来。没有看到的人，你要跳这样多么困难，对不对？但是旁边有人在协助他，对不对？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有人会协助啊。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哦，也让上帝的话语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脱离这样的困境。他的父母用约书亚记里面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说啊，刚强壮胆，不要害怕，来鼓励他，让他考上的北一女。然后呢，他要面对很多的这一些的挑战哦。他很喜欢这本书，里面就谈到有一个胖哥小胖他们在言语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做得不好，人家就会贴点点哦，这个灰色的点点。如果你表现得好，就贴金色的他身上都充满什么？灰色的点点哦。他就是因为别人的言语怎么样看待他，然后他因为他身上的这些灰点，他觉得他很失望，没有未来，然后他不想出门，很多这样的事情哦。那有一个露西亚他怎么看到人家要把他贴身上的灰点点，其实一贴就掉下来，贴不住啊！这个小女孩怎么那么特别这样她不会在意别人的言语怎样对她的攻击所以贴不上的啦。所以最后这个露西亚就这个小女孩就是介绍她回到这个伊莱，就是这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就帮助她，然后提醒她、鼓励她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对你的贴标签。弟兄姐妹，这个林丽轩后来他也可以有一些的创作，特别他为了舞蹈比赛，他设计的一个口号，我们一起来念来：七彩的梦想是青春最好礼物，一起前行，骄傲自信，青春年华尽情挥洒。我们看到他在他的神在他在神的眼中是特别的，他知道今天神让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知道神有特别的计划，就好像约书亚一样。今天上帝在你的面前，然后拣选你，也有他特别的计划。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神透过林丽轩这个姐妹，我相信她影响了她的班上的同学。我相信也透过这一段的影片，也影响了好多人。他怎么能够这样？原来他的家庭的信仰，他父母怎么样用上帝的话语来培育他、帮助他。他最喜欢的这个
你很特别，就是这个书本能够告诉他、提醒他哦，我们在上帝眼中是特别的，特别是他所创造的哦。那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贝。那今天神怎么样使用你进入到他的恩典里面？神也要使用你，兴起你来帮助更多人，所以你也可以成为帮助人一起读圣经。如果你觉得你读得很不错，你可以来帮助别人一起来读圣经哦。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好自己起来迎接这样的一个应许，不是只有坐在那边等着上帝的应许降临。弟兄姐妹，我们帮我按一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看见上帝给我们的蓝图，然后我们要相信上帝应许必要成就。第一个，他一定要相信上帝一定与他同在，然后给他的蓝图一定会应许你们所脚掌所踏之地一定要给你们，赐福给你们。第二个就是起来，如果你只是相信，你只是说好，我知道上帝要给我，但是你不做，你不读，你不求，对不起，那这个属于那些愿意求、愿意读的人，给他们。我们一起站立，我们来到主人面前哦。上帝要给我们丰丰富的应许，你要不要啊？你要的话，你就大胆的，然后刚强壮胆，然后读上帝的话，然后2、3个人一起来祷告，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应许，丰盛的应许。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在新的一年当中，弟兄姐妹，不是只有你自己走，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有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陪伴人来读上帝的话哦。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投于你的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应许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应许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一起来领受。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上帝应许说：“我必与你同在，我不离不弃。”虽然耶稣也是从一个奴隶出生，但神使用他，神也要使用你。一起来宣告来！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应许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凭着信心应许，跟主说：“主啊，我要得着你的应许，世界不能夺取这美好的应许。我凭着信心应许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
成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神要应许给你，你要不要起来？你要不要准备？神的应许是给准备好的人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摩西死了，虽然约书亚心惊胆跳，但是你给他有应许，我必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赐给我们勇敢的心，面对未知的道路。我们相信有你同在的应许，我们相信有你应许之地的应许。谢谢主，虽然道路可能崎岖，充满挑战，神你应许不离不弃。谢谢主，透过耶稣亚他整个生平，鼓励我们起来迎取你的应许。愿主耶稣基督你丰盛的慈爱，十字架的救恩，赐给凡渴慕你也愿意得着你应许的人。天父上帝，用你的慈爱成为盾牌，保护看顾，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有你的慈爱相随。亲爱的圣灵，提醒我们，让主的话语不离开我们的口，不偏左右，常常思想，直到我们得着应许，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忘记，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的聚会到这边，彼此来祝福，说新年蒙福，主与你同在。新年蒙福，主与你同在。请坐，我默祷。